我哋深信家庭同學校嘅合作對於學生嘅全面發展至關重要。家長教育係我哋學校教育理念嘅重要組成部分。我哋係以共同參與、加強溝通同埋關注家長同學生嘅心理健康為方針去推行家長教育。因為舉辦家長教育活動嘅目的唔單止係為咗促進學生嘅學習，更加係家校合作，共同建立一個充滿關愛同支持嘅成長環境俾我哋嘅學生。教育局近年舉辦嘅正向家長運動，有助於推廣正向教育嘅理念，強調積極嘅行為同思維方式，對於學生嘅心理健康同埋情感嘅發展好有益處。我哋期望透過呢一個運動去舉辦嘅各項活動，去推動家長共同參與。加上我哋本年度嘅學校關注事項係培養健康嘅生活方式，同童話寄語貼紙設計大賽嘅主題不謀而合。於是，我哋將比賽嘅主題融入到日常嘅繪畫課業入邊，等學生先掌握咗繪畫嘅基礎技巧。然後我哋認為參加呢一個比賽，創作內容都好重要，所以我哋先協助同學諗返自己同爹哋媽咪最開心嘅親子時光，用文字將內容寫低，再喺課堂上面口述分享，最後先諗點樣將快樂嘅回憶畫出嚟。有啲嘅作品畫工未必好好，但係真摯嘅內容都可以令人會心微笑。呢個比賽過後，我哋都會喺一啲特別嘅場合或者活動，好似關愛週、家長日咁，喺學校入邊展示學生嘅作品。希望家長都可以從學生嘅畫作中感受到喺日常生活入邊同爹哋媽咪一齊可以為仔女帶嚟嘅一啲嘅快樂同埋正面嘅感受。我哋非常重視同家長之間嘅溝通，會定期舉辦家長會、工作坊同埋講座，促進家長對於教育政策、課程同埋孩子需要嘅理解。家長嘅身心健康同仔女嘅健康成長均衡發展息息相關，於是我哋就提供相關嘅資源，去幫助家長學習點樣有效管理壓力，從而促進家庭嘅和諧。今年我哋聆聽家長嘅需要同埋關注，舉辦咗主題式嘅家長教育講座，好似教父母做父母、如何提升子女嘅抗逆能力、如何舒緩子女嘅學習壓力，同埋從家庭關係角度了解孩子嘅行為等等。家長普遍認為呢啲活動好有成效，並且可以幫佢哋學習到新知識，更加了解到仔女嘅學習環境同需要，加強佢哋同仔女嘅溝通。學校仲有舉辦親子遊學團，去過亞洲多個城市。近年我哋特別鼓勵家長同埋仔女一齊多啲認識祖國國情。舊年我哋舉辦咗中華文化遊歷探究中山2天遊，參觀咗孫中山故居、小麗江風情街等等，有助家長同埋學生一齊認識當地嘅歷史文化，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我參加過好多家長教育活動，好似心理健康講座啦、親子陸運會、中華文化日、親子月餅製作、學校義工服務等等。我同先生都覺得呢個活動好得意啊！唔單止學到新嘢，仲可以多啲參與阿仔學校嘅事務，感覺同阿仔更加親近。特別係最近參加咗童話寄語貼紙設計大賽，呢個係一個俾我哋一齊創作、一齊完成一件事嘅好機會，仲增進咗我哋之間嘅親子感情。我哋選擇咗充分休息及放鬆，參與閒暇活動，定期進行親子陪讀，同埋擁抱和保護大自然呢4個元素。我尤其中意擁抱和保護大自然呢個主題，因為我特別中意戶外活動，行山係我嘅最愛。我哋一家人不時都會去大自然裏面探險，咁樣令我意識到保護環境嘅重要性。所以我哋想用呢個主題嚟提醒大家一齊愛護我哋嘅地球。我想透過作品話俾大家知，大自然保育係非常重要，我哋應該要珍惜大自然嘅每一個角落，
俾多啲人意識到環保嘅重要性，咁樣未來嘅世代先可以享受美好嘅環境。我覺得健康嘅生活習慣應該包含均衡飲食、定期運動同埋充足嘅睡眠。我最近開始嘗試每個禮拜去健身房，仲有陪屋企人一齊踩單車。雖然一開始有啲攰，但係而家已經好好多啦。咁樣令我喺學習上更有精神，成績都進步咗少少。嚟緊我哋計劃每個禮拜一齊做運動，咁樣唔單止可以增長屋企人之間嘅感情，仲可以一齊保持健康。